哥林多後書第8章。兄弟姊妹啊，我就希望你哋知，上帝讓辦恩待馬其頓嘅各教會，佢哋遇到患難，受盡嚴重嘅考驗，總係佢哋滿心歡喜。雖然非常窮苦，還是大方樂見，像係有錢人。我做得證明，佢哋嘅樂見係盡所能嘅，甚至超過佢哋嘅力量。佢哋刺痛刺發，再三懇求我哋，本佢哋有份，才救濟耶路撒冷嘅聖徒列遣善事。佢哋所做嘅超過我哋所希望嘅。佢哋係先將自家獻本主，然後又照上帝嘅旨意，老我哋聽數。像安樣，我哋鼓勵提多繼續協助你哋，完成佢所開始嘅列遣善事。你哋所有嘅，無論係信心、口才、知識、幫助人嘅熱忱，留對我哋嘅愛心，全部按豐盛。我希望你哋在列遣善事上，也愛特別出色。我唔係對你哋下命令，係愛你哋啲騙人樣辦熱心幫助人，用安樣來考驗你哋嘅愛心有實在無？你哋啲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佢本來係富足嘅，仲係為到你哋嘅緣故，佢使自家常做窮苦，目的係愛本你哋因為佢嘅窮苦常做富足。呢件事情照我看，你哋去年就開始嘅樂見，最後目前愛完成。你哋唔單槍最先開始進行，也係最先響應。你哋所做嘅愛即時做本佢完成。你哋愛用一開始發通嘅樣式嘅熱心，照你哋列下所有嘅來完成呢件事。你哋那真心樂見，上帝一定會接納。佢愛你哋獻你哋所有嘅，唔係你哋所無嘅。我唔係想愛加重你哋嘅負擔，來減輕別人嘅負擔。既然你哋列下按富足，就應該幫助佢哋窮苦嘅。到佢哋富足，你哋有欠缺嘅事，佢哋也會幫助你哋。安樣，雙方都有機會幫助對方。像聖經所講。任卡多嘅無好存，任卡少嘅也無欠。感謝上帝，佢使提多同我哋共用按熱心來協助你哋。佢唔單係因為我哋嘅鼓勵，也係因為佢親熱心，刺痛愛去你哋嘅位。我哋能愛派一個兄弟同佢共下去，兩個兄弟在傳福音嘅工作上，親屬各教會嘅稱讚。唔但像安樣，各教會也先派佢做我哋旅途嘅同伴，共同進行呢件善事。安樣做，目的係愛榮光主嘅名，也表示樂見係大家歡喜甘願做嘅。我哋保管列筆出書大方嘅樂見，一切非常誠意，免得惹人假講話。因為我哋決定做善事，唔單槍在主面前安樣，在人面前也係安樣。我哋要派另外一個兄弟同佢哋共下去，兩個兄弟我哋考驗佢好多擺，對佢親熱心幫助別人。兩下佢因為對你哋有信心，親想愛去幫助你哋。論到提多，佢係我嘅同伴，老我共下協助你哋，同佢共下去嘅另外兩個兄弟係各教會嘅代表，係基督嘅榮光。所以你哋要在各教會嘅面前，將你哋對基督嘅統攝實行出來，本各教會知，我哋對你哋嘅誇獎係確實嘅。